司前呢片鑊耳屋群呢，竟然係金龍託夢建成嘅。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。司前太平里，1823年，司前太平里嘅後生仔梁上義為咗揾食，跟住啲商隊遠走他鄉，投身煙草生意。當年嘅中秋之夜，客居異鄉嘅佢呢，就做咗一個好奇怪嘅夢，一條金龍突然間飛入去佢鄉下爛咗嘅屋頂，龍身經過嘅地方呢，一片片嘅屋瓦呢，竟然變咗好似個鑊耳，高聳似冠嘅屋脊。個龍頭轉身望住阿梁上義，跟住就講人話啦：脊如冠，護家宅，業歸鄉，興續旺。咁啊，梁上義驚醒之後呢，就發現哇，原來係祖先顯靈喎！呢條龍肯定係點化佢返鄉建業，光耀門楣啦。咁自此咧，佢嘅煙草生意咧就一路順風啦，唔使幾年咧就積累咗豐厚嘅財富。1826年，梁上義希望實現呢個改變命運嘅夢境，於是咧佢就特登請咗嶺南好出名嘅風水師擇定基子，將佢夢中嗰條龍脊嘅形狀咧就畫成圖紙，當眾宣告：我哋要起咧就要起一大片。等啲子子孫孫都住喺有官帽庇佑嘅屋檐下，咁喺阿梁上義嘅牽頭同資助之下，梁氏族人就依照官帽兩耳嘅形狀統一規劃，同期興建，終於建成咗呢片氣勢恢宏嘅鑊耳屋建築群。戴翻個頭盔先，因為咧揾唔到太平里嘅故事啊，咁所以我哋根據啲傳說咧作咗呢個故事啦。企喺呢啲鑊耳屋前邊，我彷彿觸摸到一部立體嘅家族史。佢哋唔單止係嶺南建築嘅靈魂，更加似一座座無言嘅族譜。等我從中睇清楚自己生命嘅來處。早喺三國東吳黃武元年，司前咧就作為平宜縣嘅核地，成為新會千年建制嘅起源。宋朝時期咧，梁氏族人喺山東南道到司前建立太平里。傳說梁啟超嘅祖先同太平里梁氏係同屬新會地區藩縣嘅終身關係。四捨五入咧，我都算係半個太平里人咯。哇！呢塊壁畫真係正啊！呢片鑊耳屋群好似一枚獻入嶺南歷史嘅活化石，凝結住宗族血脈、建築智慧同埋時代變遷嘅厚重記憶。呢一刻，歷史唔再係書本上陌生嘅文字，而係腳下真實嘅土地，又或者係屋頂沉默嘅瓦片。如果去司前咧，記得買啲特產糖不粒試下。個版本企啦。好嘢。